OK，可以開始。 OK， 好啦，首先睇翻兩樣嘢啦。係。個把手攝位。係。把手攝位距離咁短，係好難去做一個拋頭嘅。嗯。呢支係咪只能夠話叫係萬用桿咧？只能可以話係一個叫做萬用桿。係。並唔算係頭桿。係。基本上任何桿子都可以做一個頭出，但係要去到呢個呢支冰裝生活力，佢嘅距離，你自己可以就翻你自己，就翻，你嘅手帶出去，先至做到真正拋頭嗰一刻。嗱，啲數上面有個分別，呢支4節，呢支都係4節。但係點解會呢支會比較好啲咧？頭桿佢本身比較少階嘅，佢就唔需要話太多階去減低佢嘅阻力。OK。譬如話呢啲萬用桿。係。你問咁多個階，可以點樣做一個好嘅拋頭咧？但係譬如假設我有興趣，而我想去買桿嘅話咧，其實我要即係有邊幾點我要注意咧？即係佢係譬如話假設我又想嚟翻沙灘啦，我而家玩翻呢啲咁嘅釣法啦，咁我要選擇嗰度，我應該有邊幾個地方要留意咧？即係除咗你頭先話咧。即係揸手呢個位置啦，揸手位置之外啦，長度同埋佢嘅用完嘅重量嗱呢個 FX 就係大概23號標準，長度3.6米。阿袁少華嗱，或者咁啊，即係作為一個完全唔知嘅新手啊，如果我出到去咧，因為我唔係好識衡量即係幾多個圓啊或者成嘅，有冇呢個比較簡單或者標準嘅一個號數我哋可以考慮咧？標準號數20號，20號，係啦，或以上，係啦，得，明白。長度咧，你點樣建議啊？長度4米，係4.05，係標準，喂，同埋我想問下咧，以前嗰啲頭桿咧，喐下手又話18尺啊、21尺嘅，依家其實基本唔使㗎。唔需要㗎啦，就唔需要去到咁長。即係你4米嘅意思，即係大概12尺或者到15尺。12尺左右，12尺 ，OK。呢啲360就大概呢支大概12尺。即係喺一個比較標準又比較適合。4尺係啦。係啦 ，OK。嗱，桿我哋就約略又講咗啦，大家會唔會仲有啲咩唔明啊？暫時啊。暫時。嗱，如果桿我哋暫時冇問題咧，我哋講絞啦，要選擇一個絞，因為咧我見你啲絞咧都會比較大隻啲㗎，我知有陣時會有個疑問，咁大隻咧，有時擺落支桿度會唔會唔係好平衡咧？或者我應該點樣選擇咧？香港你要揾一隻比較好啲嘅頭絞咧，其實係真係難嘅。好多訂貨翻嚟，但係又會。你自己未摸過個重量就係唔知嘅，所有嘢你都要自己兩個手先至會知道點樣去啱自己。譬如呢隻，喺國內會經常見到嘅軟頭絞，其實佢係唐之良心。咩牌子啊？呢隻？呢個國內牌子我唔知啦。國內乜牌子我唔知啦。藏絲量佢係深嘅，同埋佢打嘅絲都比較。其實佢會，譬如我可能話貨呢啲釣法嘅絞咧，佢係會唔會係有個特點嚟？個杯係會比較闊，同埋會比較淺咧。會。即係我哋其實認住呢個特點咧，基本上佢。認住呢一個特點。有疑問咧，如果頭沙灘真係要咁多絲咧？頭沙灘大概200米左右頭啦。其實我點解要打翻咁多絲上去咧？我唔想去過出呢個阻力。
就會影響到個拋投距離。其實佢呢個杯咧係好深㗎，即係要墊底啦。我其實打咗大概200幾300米墊底先係，先至見到段粉紅色。粉紅色呢段都係大概200米左右。嗯。阿袁少，依家你哋咪一般都係用 PE 多？一般正常都會比較係用 PE 多。點解會用 PE 咧 ？PE 佢冇一個延伸性。PE 即係咩？布繩、布線，即係呢隻布線。係啦，冇一個延伸性，佢唔會好似尼龍咁樣，你會話掹得長啊，佢係咁就咁噶啦，會直接傳翻落去個光頭度。喂，同埋我想問一問咧，依家你譬如話買個頭吊用，你係咪一定要頭吊用嘅 PE， 定係冇特別要求？其實冇乜特別要求㗎，其實只要佢個 PE 夠長。但係依家譬如一般買咧，嗱好似你頭先話啦，我如果話喺呢啲地方玩200米，咁但係而家你出邊買嘅話咧，基本上嗰個 packing 出邊買都係大概100幾米。100零米。100零米。其實有喺香港喺九龍區有地方有釣魚鋪有200米裝嘅。係。有200米裝嘅釣魚鋪。大概用幾多號到啊？如果一般啊？一般嚟計啦，呢個08。08。係。或者1號就夠㗎啦。純粹喺沙灘上面話釣沙船啊，就真係足夠有魚嘅。OK， 呢一 part 大家就冇咩問題，暫時啊，因為唔緊要啊，因為依家開始講嘅，係啊，因為依家只係開始講。